多謝你支持派飯啊！佢哋係想引人注意，嗰班人係多數都係咁啊，想引人注意啊，係啦。嗱，咁香港嘅警方話啦，有3個受害人係活躍於社交媒體嘅內容創作者，曾經係合作拍攝生活影片。佢哋收到刀片之後，覺得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啦。警方調查得知啊，個別白卡聯盟嘅成員啊，就向3個受害人提出合作拍片同埋其他瑣碎事嘅要求，而遭到拒絕就結怨啦，就向3個人啊就寄出刀片啊。警方亦都留意到啊，呢一個叫白卡聯盟嘅組織啊，喂，嗰啲 emoji 唔好 send，唔好係咁 send 啊，好唔好啊？係啦，你係咁 send emoji 嘅話咧，好影響其他觀眾啊。即係我唔希望我呢度咧再出現嗨嗨黨啊！即係再出現嗨嗨黨嘅話咧，咁我就 bot 人嘅，係啦。